又有粉絲寶寶同河馬嘅微信對話流出啦，就咁睇呢，雖然就冇話啲咩好重要嘅資訊啦，但係呢都透露咗少少呢河馬目前嘅狀況啊，包括呢就係房署呢係冇揾過佢啦，亦都冇打算收佢屋嘅。Hello， 大家好啊，我係 Case 啦，咁呢個頻道呢會同大家講啲社會時事熱話啦、動物議題相關嘅，有興趣嘅朋友呢就歡迎大家呢留言啦、訂閱、點讚同埋分享嘅，亦都歡迎大家呢就影片嘅內容呢下邊留言區嗰度就作出留言一啲回應咁樣啦，多謝大家先。咁我哋就事不宜遲，馬上開始今日嘅話題啦。尋日呢，我就喺度揾下啲咩河馬嘅資料嘅時候呢，剛巧呢就睇到蒲鋒鋒嘅一個直播啦，就講起啊一個粉絲寶寶呢就同佢報料啦，就 show 翻一啲呢佢同河馬嘅一啲微信對話記錄。我就簡簡單單呢咁樣啊去口述一下，講少少嘅內容啦。如果大家想知道詳細啲呢，睇埋圖片嘅話呢，就請大家去蒲鋒鋒個直播度睇翻啦。對話嘅內容呢就係嚟自一位叫做小傑嘅粉絲啊。嗱，坦白講呢，大家嘅評價都兩極嘅，有人呢就覺得佢係黑粉寶寶啦，亦都有人覺得佢係粉絲寶寶嚟嘅，都可以睇得出呢，其實言談之間呢都感受到佢輕輕係真係有啲緊張，河馬會驚佢出事嘅。但係呢，我都唔夠膽代人哋講嘢啦，畢竟呢個取態係人哋嘅，我亦都唔夠膽去揣測啦，究竟人哋係支持定係反對啦，費事炒車啦。所以呢，我哋簡簡單單咁樣描述件事就算啦。首先呢，阿小傑呢，其實呢都不停咁樣言談之間啦，就建議河馬啦，就唔好再開直播啦，不如揾份工好過啦。咁其實呢，河馬亦都知道嘅，但係河馬亦都透露啊，就係話都冇工請佢噶啦，大佬好難有工會請到你噶，你而家嘅狀況呢，仲衰過溜馬車，溜馬車呢，都仲有機會搏一搏啊，可能搏下呢，有啲老人家呢，就唔識佢會請佢啦。咁但係河馬就真係好難喎，全香港嘅人呢，我相信冇人係唔認識你噶，又點可能呢會揾到公司啦，或者揾到老闆呢請你呢？又或者真係咁樣講啦，當請咗你嘅時候啦，可能1年後嘅時間啦，咁其實你就要入去坐監啦。咁一坐監嘅時候可能啱啱先教識咗你啲嘢，啱啱你先熟手上軌道嘅時候，然後1年後你又話唔做咯，喂，好難請你啫。咁河馬呢亦都有講過啊，就係話呢，其實佢一直都係俾逼黑粉啦，就迫害啦、加害啦，但係其實佢就清者自清嘅，亦都話鹹圈啊、鹹白呢就冇人性啦、冇良心啊。畢竟呢，阿小傑呢都有講過啦，就係話以前呢有幾個網台話你嘅呢，而家都轉晒風向呢，就話鹹圈啊。並且阿小傑都有強調啦，鼓勵阿河馬呢就盡量都唔好自辯啦，因為自辯好蝕底噶，最多咁樣啦，我出1萬去資助你啦，咁樣睇下你可唔可以叫打官司啊，去幫手啦咁樣。咁但係阿河馬呢就話唔夠噶，咁樣最起碼30幾萬啊，要打6堂嘅話，咁同我之前譬如聽 Jordan 哥哥嗰啲呢講起呢，就話咁其實可能大約5萬1堂咁樣，咁所以其實除翻開大約6堂30萬咁都合理嘅。又講到阿何圈呢就會舉報阿河馬喺青田嗰間屋啦，咁阿河馬亦都話啦，明明我係受害人啊，點解呢就要同嗰個施襲嗰個呢同一個罪名啊，真係好唔公平啊咁樣。又話後面啊3刀後路啊咁樣，就話呢當時個犯罪嘅地點呢就喺呢個電梯大堂啊。咁阿河馬呢都好強調呢，就係話當時呢就一路嗌救命啊，一路走啊，一路去自衛還擊啊咁樣嘅。咁但係其實呢大家都知道噶啦，上到法庭呢，如果咁樣解釋啦或者咁樣辯解呢係唔成立噶，因為呢當個法官啦或者其他嘅陪審團啦一要你去就呢件事去重演翻出嚟嘅時候呢，其實係好難啦，或者冇辦法呢去同時間做到咁多樣嘢噶。就算啊對手係阿伯啦，阿伯嘅反應呢其實都唔係真係話好慢啦，喺一個咁高速嘅環境之下呢對抗呢又好難同時間又話咩要自衛啊，跟住又要話咩後面3刀啊又成嘅。咁言談之間呢，其實阿小傑呢都有借啲意問一問啦，就係咁房署點樣啊咁樣。咁阿河馬呢都話房署都冇講啲乜嘢嘅，不過呢河馬自己都講咗好幾次，講咗好多次啦，就話清者自清啦咁樣。咁跟住亦都有提起一個唔知乜嘢歌啊，我哋相信就係門歌啦。佢就話呢，以前呢係一個專業嘅陪審團嘅精英分子啦咁樣，咁都叫做贏過幾次嘅自辯嘅。嗱呢一度呢就真係唔知係吹水啊定係乜嘢啦，因為呢就咁聽呢覺得好奇怪，陪審團嚟到講呢一般就係選入去噶嘛，就好難話會話我每次都係揾佢做陪審啦咁樣噶嘛。咁阿小傑
傑當時咧亦都已經同阿河馬講咗啦，話如果逼不得已嘅話咧就請教佢啦，最好咧都係揾到間律師啦。如果你真係請律師嘅話咧就話我知啦，最多我就俾2萬啦咁樣。咁但係河馬咧都係多謝啦，但係都係唔使啦，都係自辯自己搞掂就算啦咁樣。咁阿小傑都提醒啦，就話咧記住啊，唔好喺公屋嗰度開直播啊。如果你喺公屋開直播嘅話咧，啲黑粉就肯定會搞你噶咁樣。咁跟完之後咧就提議佢啦，不如你都係試下拍片啦，可能整下飯啊，煲下飯啊，教下普通話咁樣。咁要盡量都要正能量啦咁樣。咁但係咧亦都鼓勵河馬就話其實你都可以試下咧即係浸浴咁樣着住泳衣直播啊咁樣。不過咧河馬就話啦，唔學啦，驚凍親啊。聽到呢度咧我又覺得有少少好笑，點樣咧會鼓勵河馬咧去開一個浸浴嘅直播咧？究竟你係黑粉寶寶定係中粉寶寶嚟噶？而河馬個回答咧都係認真而且搞笑嘅，佢認真地講咧就真係驚凍親啊，所以唔咁樣做啦。我覺得好搞笑。咁係唔係即係夏天就可以咁樣做咧？嚟緊可能天氣轉暖回暖嘅時候咧，咁就可以去做一件咁嘅事咧，就千祈唔好啦。同埋都提提河馬啦，就係如果你喺佢哋間公屋入邊做呢件事咧，其實又係等於公屋直播嘅啫。事實上嚟到講啊，河馬咧其實呢2日咧都有出下片嘅，咁都係行下公園啦，拍下啲景物咁樣啦。最好笑係咧，佢行屯門公園嘅時候咧，就講到話哇呢棵樹咧又話起碼100年啊，又成啊，又講到咧屯門公園咧有一個好唔同嘅景象啊，好似一個好古色古香、好古老嘅環境啊。咁坦白講，有幾古老咧，我真係唔知嘅，或者嗰棵樹咧年紀幾大咧，我真係鑑定唔到嘅。咁但係咧，其實只要上去 Google 睇一睇咧，就知道噶啦。屯門公園啊，興建同埋啟用咧，其實就分咗好多期去進行啦。主要就係位於一個填海區上面嘅。咁其實咧，佢係第一期咧喺呢個1985年嘅8月29號啊正式開放嘅。咁然之後咧陸續發展啦，至到88年啦8月第2期工程啦，同埋91年嘅1月咧咁就最終啟用嘅。所以咧，如果85年去到25年咁樣計啦，最多都係40年啫，又何來有100年啊？河馬都講到啊，排期咧就要11月先開審啦。咁但係由於咧因為3月17號即係叫做遲咗開堂嘅關係咧，所以咧聽講咧就話會再押後嘅。另外啊，河馬亦都講過啦，就話咧其實係可以申請終止聆訊嘅，咁但係咧就要律師啦。咁但係呢個咧其實都係一個錯誤嘅觀點嚟嘅。其實任何人咧都可以申請終止聆訊嘅，只不過呢個官受唔受理或者會唔會批咁解啫嘛。咁阿官嘅意思咧都係話你揾律師嚟搞啦，因為你自己搞唔掂噶啦，你自己冇辦法處理到嘅，係咁樣嘅意思，就唔係話你揾個律師翻嚟咧就可以幫你可以接受你嘅申請就可以批你啦，咁就唔係咁嘅意思啦。咁阿小傑咧都同佢講話咁因為你試下請一堂咯，6堂30萬，如果5萬一堂嘅話，我俾2萬你可能揾下嗰啲咩平哥啊門哥嗰啲幫下手咁樣，可能有3萬都 OK 咧咁樣。咁但係咧就話最後都係話阿平哥咧就唔幫啊咁樣嘅。咁然之後咧就講到話咧，當阿河馬咧即係未俾人收公屋啦，咁亦都希望咧叫做嗰個案件啊結束之後咧就強調請你食翻餐自助餐啦咁樣嘅。另外啦，亦都有提到啊，就係話咧阿河馬亦都強調啦，就係話阿鹹圈咧其實係講大話嘅。咁佢話我養咗佢啊17個月啊，使咗30幾萬啊咁樣，咁都真係誇張喎。即係話原身咧河馬其實係有30幾萬嘅，咁但係因為咧鹹圈嘅關係咧就蝕咗30幾萬啦，同時間地咧就要打官司咧就攞唔到多30幾萬出嚟啊，咁所以咧都真係誇張嘅。嗱，如果河馬講嘅嘢咧全部都係真句句屬實嘅話咧，咁河馬呢鋪真係偷雞唔到食渣米啦。本身咧就諗住袋400萬啦，以為啊釣到個金龜啊，來回之間咧仲要蝕多30萬。咁其實咧阿小傑咧亦都有求啊定寶寶啊，就要叫佢啦，就你一定要叫律師啊，如果唔係嘅話咧最少都要坐3年啊咁樣咧，咁就搞唔掂噶，同埋你都要諗下個仔啦。咁但係咧阿定寶寶咧就已經講到話，都係唔搞噶啦，唔理啦，唔好理啦，好煩啊，話坐區域法院咧最高啊都係判7年啫，唔緊要啦咁樣。見到咧河馬咧面對呢個審訊嘅嗰份豁達咧，或者嗰份開朗咧，我真係覺得好奇妙同埋好得人驚啊吓！又或者坦白嚟到講啊，可能入去坐咧對佢嚟講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啊，又唔使面對出邊嘅嘢啦，同時間又有錢去袋下啦，又有3餐溫飽食。嗱，咁當然啦，監獄入邊咧賺嘅錢就非常之少啦，同阿河馬心目中嘅嗰個財商思維咧就完全係一個蚊髀同牛髀嘅概念啊。河馬亦都強調啦，自己就冇錢嘅，就唔係好似阿鹹圈講咁樣話咩捲咗好多錢翻大陸啊，又話攞住幾廿萬又翻咗大陸嗰啲，咁就冇嘅。只能夠講嘅係咧，我真係好佩服河馬嗰份氣定神閒啊。
出咗事咁耐啦，發生咗事咁耐啦，其實咧從來都冇擔心過啲錢銀嘅問題啊。事實上嚟到講啊，香港地咧有邊個人咧可以唔做嘢多過3個月啦？好多時候咧，大家都係手停口停，營營役役噶。莫講話河馬，就算好似我自己為例啊，如果今時今日冇咗份工咧，我都會好擔心啊！真係唔會好似河馬或者阿餡伯咁樣咧遊山玩水啊，周圍睇下啦，落去屯門公園行下啦。哇！呢個公園咧真係好特別啊，好似未嚟過咁樣啊！就咁睇咧，都覺得匪夷所思、不可思議啦。嚟緊啊，3月17號咧再上庭啊，仲有個零月嘅時間咧，究竟河馬仲會唔會揾一個律師去幫手呢？但係啊，從佢言談之間嘅態度咧，睇得出啊，河馬咧似乎就真係唔打算揾律師啦，咩都諗住自辯解決啦。但係咧就咁諗啊，其實真係諗一諗都覺得冇可能啦。點可能會可以自辯就解決到啊？你一個普通嘅人面對住法庭啦，面對住法律等等嘅問題咧，其實都係處理唔到噶。我哋冇受過一啲法律嘅基礎嘅知識啊，法律嘅概念等等咧，其實我哋係冇辦法去理解到一啲法律嘅問題或者一啲條文嘅規範啊等等嘅。所以啊，其實呢啲嘢咧真係專業嘅事情咧，就要俾專業嘅來啦。無論係話啲師爺仔又好啦，或者真係律師啊、大律師又好啦，其實人哋咧讀書嘅階段已經要讀好多年啦，跟住又要無限嘅時間嘅實習啦，接觸大量嘅案件啊等等嘅。你以為短短啊，淨係俾幾萬蚊就買佢嘅時間啊、出庭應訊啊等等，其實就唔係嘅。實際上咧，你係買緊人哋嘅專業知識啦、專業嘅一啲見解意見啦，甚至乎一啲經驗之談啦等等嘅。當面對一啲案件嘅時候，點樣打呢？先係最合理咁樣去叫做避開嗰個案件或者規避嗰啲風險呢？又或者調翻轉頭，當一啲情況係你真係走唔甩啦，譬如你話真係有襲擊阿伯啊嗰啲嘅時候，點樣可以避重就輕呢？令到個判刑減到最輕最輕呢？呢啲問題呢，全部都係涉及到一啲法律嘅條文啊、法律嘅常識知識等等嘅。而我哋一般嘅人呢，當面對呢啲問題嘅時候呢，我哋當然係唔識得處理，都處理唔到啦，因為我哋冇一啲基本嘅法律常識喺入邊啊嘛。亦正係因為咁樣啊，點解一啲法律型嘅 YouTube channel 啦，或者啲知識型嘅 YouTube channel 咧會咁受歡迎？因為佢提供嘅一啲法律嘅知識啦，或者法律嘅觀點啦等等咧，去教育緊觀眾啊，教育緊大眾啊，點樣去認清或者認清一啲事實、一啲規條約章等嘅。而講咁耐咧，我好想表達嘅一樣嘢就係，當一般人都面對呢啲問題解決唔到嘅時候，而阿河馬你咧嘅知識啦、認知水平啦、學歷啦、智慧啦等等嘢，其實咧你要接受一個真相，就係你係比一般人還要低噶，書又唔讀得多啦，英文字又唔識多一個啦，喺一個咁樣嘅環境，喺一個咁樣嘅客觀因素、客觀條件嘅情況之下，你又點可能會自辯成功呢？定係還是其實你一開始就係諗住，不如都係輸咗場官司佢，然後就入去坐翻幾年潛下水先，出翻嚟呢又係一個新造的人，到時候可以一個新嘅阿伯呢？如果係咁樣呢，你一開始認罪認晒所有佢咁咪得咯，你唔需要扮晒無辜咁樣，即係好似李隆基咁樣，明知係輸咗噶啦，但係呢，你都仲要做場戲去人哋。擺出一個辛苦可憐受害者樣出嚟啊！點樣要營造一個受害人嘅人設啦？然之後咧又講到，明明係阿伯襲擊我嘅，但係最後咧我都係要坐監啦。咁呢啲作用係用嚟做乜嘢呢？係咪打算攞嚟下一個阿伯呢？將來啊可以同下一個阿伯講啊，係啊，當年我好慘噶，使咗30幾萬啊，就養住阿鹹圈17個月啊，最後咧就換嚟佢無情嘅一擊啊，咁樣唔知點樣3刀又唔知點樣攻擊我後腦啊，搞到咧我咧本身已經受咗傷噶啦，跟住上到法庭咧，仲要一個女人仔去面對呢啲嘢，我又暈陀陀，又唔識，又唔知點算，又冇錢，然後咧仲要俾我判刑啊，判埋入去坐咗幾年出翻嚟啊！而家一個女人仔帶住個仔咧就好慘啊，雖然個仔咧已經好大個啦，不過咧就唔緊要，我就正能量嘅，我就唯有自力更生啦，財商學院啦咁樣，咁就又喺公園嗰度咧買下啲海味啊、參茸咁樣啦，然後又勾搭一個新嘅阿伯啦。其實呢啲嘢咧係咪為咗鋪將來嘅下一個新嘅人設而鋪路噶？越揣測落去咧，就真係覺得細思極恐啊！須知道咧，而家網絡世界咧就可能2-3年或者幾年咧就一個轉變一個翻身啦。咁然之後咧，你可能咧入去踎咗幾年之後咧，當初追擊你嘅 YouTuber 咧，可能已經轉晒人啦，或者換晒一批人之後咧，將來咧可能新人事新作風咧，大家已經未必記得或者未必知道咧你嘅惡行啊！
然之後咧就容許你再去呃一啲新嘅阿伯咧，又或者香港人好善忘啦，就算咧今時今日咧2026年，大家記得何馬利呢個人咧，可能5年之後咧，大家就已經唔記得晒噶啦。再唔係滑波啲講，到時可能換個髮型、換個髮色，唔再係整個屎塔頭咁樣，然之後又換下眼鏡啊，又剩啊，可能整下容啊、抽下脂啊，然之後又扮開另一個人咧，又唔出奇噶。事實上嚟到講啊，何馬咧而家咧拍緊啲片啊，可能都有20零至到30分鐘啦。咁如果有2-3千人去睇嘅話咧，其實都真係會有少少嘅盈利喺嗰度進賬咗嘅。嗱，只要佢而家 keep 住每日做啦，咁然之後咧到佢真係入去坐監嘅時候咧，可能咧嗰度又真係會 run 到一嚿錢出嚟。咁到咧佢出獄嘅時候咧，又有一筆新嘅啟動資金都唔出奇噶。畢竟啊，我哋大家都要諗翻啦，如果個劇本要重 run 一次，要點樣做咧？首先啊，都一定離唔開咧，就攞翻1萬幾千咧，就買啲參茸海味嘅貨啦，然後就擺喺街市嗰度咧，就勾搭一啲阿伯嘅。而有睇下東張西望嘅咧，都有見到啊，都會發覺噶啦，就係其實間唔中咧都有呢啲阿伯咧會俾人呃噶。又或者咧，如果背後有一個新嘅詐騙集團咧，會唔會有其他嘅動作或者其他嘅嘢想做咧？我哋真係唔清楚、唔知道噶。咁但係咧呢啲咧就真係越講越遠啦。我哋大家咧都只能夠放長線、放長雙眼睇下咩發生啦。同埋啊，都可以想象、預想得到啊，就係咧河馬呢單嘢咧會持續繼續講啦。起碼成個2026年咧都仲會係繼續係佢嘅天下先。咁樣咧，我哋呢啲邊緣嘅 YouTube channel 咧都仲叫做有啲肉食下啦，有啲話題去講下咁樣啦。Hello， 大家好啊，我係 Case 啦。咁呢個頻道咧會同大家講一啲社會時事熱話啦、動物議題相關嘅。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留言啦、訂閱、點讚埋分享。我哋下條片再見啦，多謝大家，拜拜。